先進第11，又稱先進，係《論語》嘅第11篇篇名。本篇主要係講孔子對佢啲學生嘅直接點評、性格分析，同埋弟子各自嘅理想。孔門四科分類，即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，就係出自呢一篇。子曰：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；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則誤從先進。孔子說，先學習禮樂而後再做官的人，是平民；先做了官然後再學習禮樂的人，是君子。如果要先用人才，那我主張選用先學習禮樂的人。子曰：從我於陳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孔子說，曾跟隨我從陳國到蔡地去的學生，現在都不在我身邊受教了。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語：宰我、子貢。政事：冉有、李路。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德行好的有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；善於辭令的有宰我、子貢；擅長政事的有冉有、季路；通曉文獻知識的有子游、子夏。子曰：回也，非助我者也。於吾言，無所不悅。孔子說，顏回不是對我有幫助的人，他對我說的話沒有不心悅誠服的。子曰：孝哉閔子騫，人不諫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孔子說，閔子騫真是孝順啊。人們對於他的父母兄弟稱讚他的話，沒有什麼異議。南容三阜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砌之。南容反覆誦讀詩句，白圭之店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不掂，不可為也。孔子把侄女嫁給了他。季康子問，弟子孰為好學？孔子對曰：有顏回者好學，不幸短命使矣。今也則無。季康子問孔子：你的學生中誰是好學的？孔子回答說：有一個叫顏回的學生很好學，不幸短命死了。現在再也沒有像他那樣的了。顏淵使顏路請子之居以為之國。子曰：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李也使有官而無國，吾不圖行，以為之國，以吾仲大夫之後，不可圖行也。顏淵死了，他的父親顏路請求孔子賣掉車子，給顏淵買個外國。孔子說，雖然顏淵和李一個有才，一個無才，但各自都是自己的兒子。孔李死的時候，也是有官無國。我沒有賣掉自己的車子步行而給他買國，因為我還跟隨在大夫之後，是不可以步行的。顏淵使子曰：噫！天喪予！天喪予！顏淵死了，孔子嘆氣道：天亡我！天亡我！
顏淵使，子哭之動。眾者曰：子動矣。曰：有動乎？非夫人之謂動而誰謂？顏淵死了，孔子哭得極其悲痛。跟隨孔子的人說：你悲痛過度了。孔子說：是太悲傷過度了嗎？我不為這個人悲傷過度，又為誰呢？顏淵使，門人欲厚葬之，子曰：不可。門人厚葬之。子曰：回也，是如由父也，如不得是由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顏淵死了，孔子的學生們想要隆重地安葬他。孔子說：不能這樣做。學生們仍然隆重地安葬了他。孔子說：顏回把我當父親一樣看待，我卻不能把他當親生兒子一樣看待。這不是我的過錯，是那些學生們幹的。季路問是鬼神。子曰：未能是人，焉能是鬼？敢問使。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季路問怎樣去侍奉鬼神。孔子說：沒能侍奉好人，怎麼能侍奉鬼呢？季路說：請問死是怎麼回事？孔子回答說：還不知道活着的道理，怎麼能知道死呢？閔子氏則：誾誾如也，子路；行行如也，冉有；子貢；侃侃如也，子樂。若由也，不得其使然。閔子騫侍立在孔子身旁，一派和悅而溫順的樣子；子路是一副剛強的樣子，冉有；子貢是溫和快樂的樣子。孔子高興了，但孔子又說：像仲由這樣，只怕不得好死吧。老人為長婦。閔子騫曰：仍舊冠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子曰：夫人不言，言必有宗。魯國翻修長婦的國賦。閔子騫道：照老樣子下去，怎麼樣？何必改見呢？孔子道：這個人平日不大開口，一開口就說到要害上。子曰：由之失，奚為於丘之門？門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由也升堂矣，未入於室也。孔子說：仲由彈室，為什麼在我這裏彈呢？孔子的學生們因此都不尊敬子路。孔子便說：仲由嘛，他在學習上已經達到升堂的程度了，只是還沒有入室罷了。子貢問：師與商也孰賢？子曰：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。曰：然則師悅如？子曰：過猶不及。子貢問孔子：子張和子夏二人誰更好一些呢？孔子回答說：子張過分，子夏不足。子貢說：那麼是子張好一些嗎？孔子說：過分和不足是一樣的。季氏附於周公，
而求也為之聚斂而富益之。子曰：非吾徒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。貴是比周朝的公侯還要富有，而冉求還幫他搜刮來增加他的錢財。孔子說：他不是我的學生了，你們可以大張旗鼓地去攻擊他吧。柴也愚，心也魯，斯也僻，猶也賢。高柴如直，曾心遲鈍，孫思偏激，仲由魯莽。子曰：回也其恕乎，呂凶。賜不受命，而課直言，益則呂眾。孔子說：顏回的學問道德接近於完善了吧？可是他常常貧困。端本賜不聽命運的安排，去做買賣，猜測行情，往往猜中了。子張問善人之道。子曰：不踐迹，亦不入於室。子張問做善人的方法。孔子說：如果不沿着前人的腳印走，其學問和修養就不到家。子曰：論篤是儒，君子者乎？適莊者乎？孔子說：聽到人以論篤實誠懇就表示讚許，但還應看他是真君子呢，還是偽裝莊重的人呢？子路問：文思行諸？子曰：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文思行之？冉有問：文思行諸？子曰：文思行之。公西華曰：由也問文思行諸？子曰：有父兄在，求也問文思行諸？子曰：文思行之。赤也惑，敢問。子曰：求也退，故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子路問：聽到了就行動起來嗎？孔子說：有父兄在，怎麼能聽到就行動起來呢？冉有問：聽到了就行動起來嗎？孔子說：聽到了就行動起來。公西華說：仲由問：聽到了就行動起來嗎？你回答說：有父兄健在。冉求問：聽到了就行動起來嗎？你回答：聽到了就行動起來。我被弄糊塗了，敢再問個明白。孔子說：冉求總是退縮，所以我鼓勵他；仲由好勇過人，所以我約束他。子謂於康，顏淵後。子曰：吾意與為使矣。曰：子在，為何敢使？孔子在康地受到當地人圍困，顏淵最後才逃出來。孔子說：我以為你已經死了呢。顏淵說：夫子還活着，我怎麼敢死呢？季子言問仲由、冉求，可謂大臣如。子曰：吾以子為義之問，曾由與求之問。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今由與求也，可謂巨臣矣。曰：然則從之者如？子曰：弒父與君，亦不從也。季子言問：仲由和冉求可以算是大臣嗎？
孔子說：我以為你是問別人，原來是問柔和球。所謂大臣，是能夠用周公之道的要求來侍奉君主。如果這樣不行，他寧肯辭職不幹。現在柔和球這兩個人，只能算是充數的臣子罷了。季子言說：那麼他們會一切都跟着季氏幹嗎？孔子說：殺父親、殺君主的事，他們也不會跟着幹的。子路使子高為廢宰。子曰：賊夫人之子。子路曰：有文人言，有社稷言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？子曰：是故惡夫佞者。子路讓子高去作廢地的長官。孔子說：這簡直是害人子弟。子路說：那個地方有老百姓，有社稷，治理百姓和祭祀神靈都是學習，難道一定要讀書才算學習嗎？孔子說：所以我討厭那種花言巧語狡辯的人。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子曰：以吾一日長乎矣，無吾已也。居則曰：不吾知也，如或知矣，則何以哉？子路率以而對，曰：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以思慮，因之以機謹，由也為之，比及3年，可使有用，且知方也。夫子寢之，求以何如？對曰：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為之，比及3年，可使足民，如其禮樂，以治君子。赤以何如？對曰：非若能知，願學焉。宗廟之事，如會同、端張府，願為小相焉。點以何如？古失希、亨耳，舍失而作。對曰：異乎三子者之贊。子曰：何相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曰：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5、6人，童子6、7人，玉乎儀，風乎舞馭，詠而歸。夫子崴然嘆曰：吾與點也。三子者出，曾皙後。曾皙曰：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子曰：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曰：夫子何寢遊也？曰：為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寢之。為求則非邦也，如安見方6、7十，如5、6十，而非邦也者；為戚非邦也，如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？戚也為之小，孰能為之大？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4個人陪孔子坐着。孔子說：我年齡比你們大一些，不要因為我年長而不敢說。你們平時總說，沒有人了解我啊。假如有人了解你們，那你們要怎樣去做呢？子路趕忙回答：一個擁有1000輛兵車的國家，搭在大國中間，常常受到別的國家侵犯。加上國內又鬧饑荒，讓我去治理，只要3年，就可以使人們勇敢善戰，而且懂得禮儀。孔子聽了，微微一笑。孔子又問：
冉求，你怎麼樣呢？冉求答道：國土有60-70里或50-60里見方的國家，讓我去治理。3年以後，就可以使百姓飽暖。至於這個國家的禮樂教化，就要等君子來施行了。孔子又問公西赤：你怎麼樣？公西赤答道：我不敢說能做到，而是願意學習。在宗廟祭祀的活動中，或者在同別國的盟會中，我願意穿着禮服，戴着禮帽，做一個小小的讚禮人。孔子又問曾點：你怎麼樣呢？這時曾點彈瑟的聲音逐漸放慢，接着哼的一聲，離開室站起來，回答說：我想的和他們3位說的不一樣。孔子說：那有什麼關係呢？也就是各人講自己的志向而已。曾皙說：暮春3月，已經穿上了春天的衣服。我和5-6位成年人，6-7個少年，去頤河裏洗洗澡，在舞魚台上吹吹風，一路唱着歌走回來。孔子長嘆一聲說：我是贊成曾皙的想法的。子路、冉有、公西華3個人都出去了，曾皙後走。他問孔子說：他們3人的話怎麼樣？孔子說：也就是各自談談自己的志向罷了。曾皙說：夫子為什麼要少仲由呢？孔子說：治理國家要講禮讓，可是他說話一點也不謙讓，所以我笑他。曾皙又問：那麼是不是冉求講的不是治理國家呢？孔子說：哪裏見得60-70里或50-60里見方的地方就不是國家呢？曾皙又問：公西赤講的不是治理國家嗎？孔子說：宗廟祭祀和諸侯會盟，這不是諸侯的事又是什麼？像赤這樣的人，如果只能做一個小相，那誰又能做大相呢？